婚林馆长张立生率领着婚林的厂商、甲各农会总干事等相关的单位，到新加坡参加着国际食品展，要甲婚林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推销到国际市场。 婚林馆长张立生带12间婚林用品的业者，含馆内各农会总干事人，参加2023年新加坡国际食品的展览，希望在地优质的农特产会当伫咧国外市场卖。那云林县的云林良品我们现在有227家有664项的产品。这摆互邀请参加国际食品展览的业者，拢感觉真欢喜，会当透过婚林馆政府的帮助，就这个机会将家己的产品 推广到国际市场，希望在未来卖让增加更加多外销管道。如果以我们中小企业来讲，我一直都想往外去看看世界，看能不能有机会能走出世界。即摆嘛为婚林用品头一摆参加新加坡国际食品展览，希望透过展览真济农特产品，和各个消费者会当来肯定婚林的农特产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